请继续来看这个华航，自从爆发到私婚的代志以来，真受批评。华航一个经理执行过13届总统专机的任务，伊今仔日接受到专访的时阵表示讲，规台总统的专机大概只有蔡总统无买免税品，结果引发同行国内立委的不满。这立法院的副议长蔡其昌甚至呛讲要甲告。华航这个经理讲，规台飞机到总统无来买免税品。蔡其昌讲，话安尼讲，会严重来这个引导社会各界对专机出访人员的歹印象。虽然伫咧飞行机顶会当伫咧规定的范围内买免税品，但是包括伊在内的真侪随团的人员拢无买，安尼讲法已经严重侮辱到无购买者。华航的发言人是赶紧来澄清讲，是伫咧开讲的过程中引发到误会，已经来联络到委员的办公室来表示道歉。